哇哇！家家有好食。马莎国家來主席，大家好，我係周比，我係英英。你愛問哦？好。你還記得你清朝末年初戀是什麼時候？啊，清朝？你的感覺嗎？剛剛不是這樣蕊的耶，應該，因為我看到你的額頭，我就想說，你不是清朝末年的人嗎？跟我問你啊，馬該。就很染嘛。所以看啦，你做啲馬該一樣。除玫瑰鹽啊，還能什麼鹽？你是講玫瑰有點蜜嗎？算有一滴滴甜甜。有嗎？有你初戀的感覺了嗎？哎呦，然後在你傷口撒鹽，好煩啊！我都講，一定冇看過啲很多草莓鹽。啊，哎，好特別，動體片呢？動體片，我講還體片演來咧，給你嗆到你一聽了對他非常的崇拜，讓你回到初戀的感覺。而那分享呢，草莓達人謝琪琪，敲大哥，歡迎。大哥，掉出來嘛個國家來注射咧。也係種嘅有機嘅吃婆嘅。你種哎？係。來科研應該是種世家的嘛之類的。沒啦，係吃婆嘅啦。哎，我可以開玩笑嗎？可以。做得好，按這個開了。你看這個按後才有草莓的感覺。你還草莓？要吃婆乾。哦，哪個乾？吃婆嘅做嘅乾。吃婆乾做嘅乾呢？哦，你安哦？沒香嘅吃婆乾，做飯冇香用嘅。各位觀眾，你們有兩種哦。哦，有兩種。哎。你種係兩種下風嘅。它風嘅一般寬度啦。兩種係合拍嘅部分咧水蜜桃嘅吃婆嘅。哦。調味嘅。嗯。對不起，以前的女朋友，我不應該傷害你的。回到初戀的感覺。唔講你係冇香用哦。哎。你係泡。咩？其他拍。拍。嘅水蜜桃調味。水蜜桃。水蜜桃調味的草莓，這個太衝突了吧？嗯。現在的女朋友，我不會對不起你。女朋友，來都拉拉山採草莓。嗯，我剛剛嘞，攏係平常時咧。草莓跟草莓的乾那個不一樣哎。嗯。好，殺好來什麼乾？也另外一種做法咧，也有糖煎咧，或者無糖煎咧。哦。你係有糖嘅，有糖煎過㗎。係，佢用全部有機嘅糖。有機嘅糖。係，種嘅吃婆全部係有機嘅。你係貴州呢？係貴州嘅。哦，你喺華東度功夫嘛？嗯，因為我本身冇做安尼加工，全部係。田野本人推廣哦，本人推廣哦，每人要請冇合法嘅工廠，故所全部本人推廣。哦，英英呢？是有點黑黑的，我還想說，好吃嗎？不過我正經嚟講哦，其實我當我是你愛草莓，不過我又賣過你愛草莓乾，然後很紅，但是我吃2顆，我就整包都丟掉了，因為那個太甜了，一點草莓味都沒有。冇甜鹽，感覺係加工強度。係，從是湯，唔係是草莓。嗯。嘅最尾一聽到就是你咯吼。是企業。是企業，哎，超好，是企業哦。你係你自家種嘅？係。你種嘅草莓園差唔多幾大？差唔多面積就差唔多，今年較少，去年較大，去年幾甲嘅。得啦，幾甲嘅，真嘢假啦。真的。幾厲害喏？因為我有申請做國際嘅標準吼，去限量，嗰個今年面積縮減。然後我講嘅，你係試的係世界標準的草莓哦，來。嗯。好食。很奇怪哦。嗯。草莓食起來除了本人當幸福的感覺。嗯。後來講我按到誒，啊，之後泰國一定要用草莓來入菜，真嚟做出來好冇？好，來煮食，啊，先煮嘛該。今日做嘅就是人家當流行嘅強式料理，草莓水果沙拉。全部嘛該。全部都係我哋後生農民種出來有機嘅菜，有吃婆嘅，也有吃婆乾。吃婆乾係準備來個那個。裡面要做沙拉，該當中有比方
干果嘛，客干果很人也就有，也有揾過吃無慣，哦吃無慣要揾過做嘅嘅口感，嘿，口感出來變講，西藥啦，還有嘅味道。哦，就係一般安利是咧水果沙拉，或者係沙拉係加嘅葡萄乾，還用咧草莓乾。就是把這些乾呢代替我們是咧堅果類嘛，你一條菜全部係有機嘅，你合苗栗咧嗬，合作嘅小農做嘅係冇？唔係，也全部都唔係合作嘅，也要搭到啲農場，有機嘅農場。哦，有機嘅農場，古時候講做啲常識。全部買到泰飯店入嚟。哦，買到泰飯店啊！點樣食泰飯店料理嘅沙拉？哦，那些乜嘅？窮嘅也有水啊！有人就先準備冰水。冰水，好吧。因為要有材料之前要先準備好先。嘿。因為要做呢常識嘅東西，不說衛生條件要準備好。係哦。因為衛生條件較重要啊，因為佢冇經過火煮過嘅嗬。所以要一定要小心。係啊。嗰人一路一係。有客家講嘅麻嘅，哦麻嘅，嘿，冇種鵝菜，鵝菜哦，哦，鵝菜另外一種客家人講法，大部分都係講麻嘅啦，麻嘅，又要甜麻嘅，嗰個強麻嗰個嘢要用叉就好嘅，係用叉啊，我就叉下，冇用切咯，冇用切，沙要做沙拉冇人用切嘅，全部都用叉，用叉下就該，叉就變冰水地度，用嚟洗下切，車來講係模擬哦，跟你一般用嘅冰水，將你直接用冰箱拿出來冰水，你用唔可以冰冰棍哦。冰冰棍佢到時間留起就加凍，會停吹衝下去嘅。哦。通常出嚟用冰水係夾。係夾嘛。香港啊，其實用嘅冰塊啊，嗬，我試到上次上一次家做沙拉嘅時候，我就用啲嘅冰塊，不過係講甜冰，其實才會熟啲。哦，係哦。香港啊，就呢個冇講特別行流口水，一般不愛咧。因為蔬菜水果尤其係啲草莓，我一個人可以吃掉2斤。哎呦，好，你留起來嚇，好，不用嚟嚇。咩呢邊走水哈。其實你係因為呢個茶台個，我用自家小農的有機蔬菜，係講鄉親自家係。係自家種嘅青菜，然後講，你喜歡吃的生菜是什麼，也可以自己 DIY。個人就不用就挑芽小豆苗，也係要食的向日葵種子。哦，你要做向日葵種子哦。而家嘅苗啊。跟苗哈，那你講啊，就相當係之前去雲南嘛，佢哋咩有食安呢？就是涼拌菜咩用涼，那一次唔抵講，你係個向日葵苗。嗰日係豌豆苗。豌豆苗哈。對，你挑發嘛嗬？你挑發。也挺流行嘅，一般嘅蕎麥，也蕎麥苗。蕎麥苗，啲色本來就係咁樣。其實係色，也蕎麥苗。風。中央人家咪冷一下。好。指面下冷一下，好啊。中央留起來咪走水。係走水哈。其實市場嘅東西哦，大家都會較強調嘅哈。比如講，就像他有講，每一個步驟，特別步驟都要他精心，他注意的位啦。好嘛，好哈。切一下。好，吃婆要切一下呀。要吃婆人要之前就要先處理過位哈。第一條咧就全部要撞過位。好。有人就可以切到。你要太多呀，細多嘅哈，來。之前細個嘅啦哈。茶台講啱上嘅門意啊，就係用路當個思想為用研究一啲嘅。細嘅技巧，就係講用人講，草莓聽錯用啲地頭不要去掉，然後直接洗。用人就係講，撈啲切體狀來洗。哪種狀係錯？基本上有機嘅吃婆嘅特種方式就係。哦。所以其實冇講用飯。其實冇農藥嘅問題嘅，係有機嘅。嗰時候要係處理就唔會有嘅。一般。那個用一般的吃婆嘅話，會第一條先幫我切嘅。你講一般的呀？一般的吃婆，你做嘅話，因為反正用起人嘅吃有機嘅吃婆，用一般的吃婆嘅話，第一條
芒好切才当个洗哦，因为地头农药算轻度提防，唔洗家一定要洗枪呗。你地头切才来把，一边讲伫地头农药下不走落去。啊，你喏，哎，今日因只家喺某杯买的花，像某杯当中伊咧卖草莓嘛，迄当归的花吼，当季的食品嘛。专业用蛮保存，譬如讲来上爱适量的3日啊。基本上吃婆的因为几个小浆果类，基本上就要保存都当然。我说你一听。先买先食係先好，所以就係實實保存到自家嘅都市地圖，你最後嘅保存，最後嘅保存方式係。這邊係有常時買日本嘅啊，好買出嚟，吃到冇按好食冇按香，又胖胖。你看你啊，有機看得出來用買，有常時買跳醬嘅東西，有咩唔敢食？雖然講有 top 過嘛，你看人家有機的就是這樣，有大有小。好，不過它吃起來的口感、香味跟一般絕對冇共樣。係啊，好，哎呀，可以切到一皮皮，因為也有乜嘢主角係吃婆，它大條嘅，用下大條，你係自家扛起來嚇，什麼都可以屬於。好，咁樣變落去哈，好，變落去。你係切嘅，變落去，咁樣切泡泡嘅哈。哇！你看原來當好看呢，又縫又長，都會好嘅哈。好來幫你梳起來哈。會，因為食係簡單嘅，因為吃婆兒做唔得加燒油嘅冇嘅問題。哦。因為加燒落去加調味會變當多，因為強食料理做食冇加燒嘅，都按嚟簡單都好嘅。因為也未講環保咩？係啊。做體內嘅環保嘅食強食料理，可能就應該加啲位，人家都呀。剛剛一開始講係吃婆一樣，帶一啲嘅味好出來就好嘅。真嘅哦，有常時啊，你食西瓜也好啊，食芭樂也好，你加一啲啲嘅鹽吼，那個水果的甜度會全凍甜嘅。會，加一啲裏邊嘅橄欖油。橄欖油，來，而味橄欖油其實都係分落水，落水它唔會死嘅嘅咧，因為講係澀嘅問題。因為有搶出來嘛，搶出來會有那個青草澀澀的味道。那比較好落水啦，可能食啲油嘅，唔當加幾多嘅。加落去加好加，你睇下佢熟個就好嘅。強落去做。強嘅哦，吼。因為不加出來做法，較簡單啲，唔是說做得麻煩。好，按你差唔多嘅，係嘛？差唔多就可以標起來。好，來我講，按你用量有薑冇？有吼，來弄拿嚟哈。哇，按你看起來是凍薑嘅咧。有勁。我喺凍好食搶出嚟吼，看到兩個眼尾揾嚟流血有難咯。因為農家人吼，擺落唔醬，他講冇見識。唔話你講啊！呢個食菜好吼，用飯都醬。哎呀，好嘞，吃婆乾變我吃婆乾。哦，也是一個月吃婆乾。哎呦，一個月哦。用加一些咧，還有加鹽開始食吼，因為也有糖漿咧，也有帶一啲甜味。個有甜鹽咧，也有3種做法啲啊。哦。好，基本上按你就泰國完整。完整嘞。哎呦，看到泰國哈，它非常的粗獷，但是卻很細心周量。我都嘛該再講一遍。那吃婆會做水果沙拉。是看到哦。哎，你要選擇一個路線，哎，你用了逆紋，好，係啦，仲用咧順紋，很認真哦，0.3公分。刀工要要求。大家看到阿姨吼，牛拿插了2張毛。哎，你呢會配合我們的草莓到豬肉的大小塊，所以呢。
你切的时间呢，教你切三角形，烘起来啊，烘起来耶！差不多了。哦，老师你好会教我们哦，按那个就好起来。现在讲你做的大本书哦。来哦，4号哦，来，哎，来上来是2啦。唔讲很多 Q 码的 Q 码。来天140度，你水果的沙拉底杯度油醋梅叶的感觉，用一般的你加当多的配的酱沙拉酱，真嘅无强用嘞，真不用，唔是这个加酱，越简单就好。真嘅就像人生用的啊，越简单越难，不过越好越幸福。好，还有啲吃饱越早的浓料。青菜姜啊，这口感啊，它有好几种口感，脆又有扎实的感觉，有硬硬感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冇试，真嘅冇试过草莓盐，所以按介意啦。我本来想讲，盐巴加进去会不会调咸？系调咸，结果唔会，咸肉啊，我啲哦，我。當我是草莓，唔係當我是甜啊，還要做功課哦。其實應該草莓啊，哈，要當豐富嘅果膠，還有維他命 C， 所以呢，我這樣嘅食來啦食梅，這是美容聖品。還有我頭先要睇我們茶太哥，佢講嗬，佢講，如果大家當我是草莓，咪會驚弄到很甜度，佢講唔會，你只要是買有機的，吃再多。它不會變成你的負擔，因為記住膳食纖維，係嗎？唔過唔按你講咩錯啊？有機，大家都只愛買有機。唔過你出去買，用蠻 top， 你也吃飽誒，還好。因為基本上有機嘅吃飽，全部都要擺些標霜粉。錯嘅。CAS 嘅標頭。應該標頭就好嘅，因為基本上再講嘅就無酸。因為全部特合，出特合幾類就變好。我要隻標頭本，你看清簡單就 CAS 嘅標頭，有機吃飽就清簡單嘅。哦，咁簡單。嗰個蛋糕咩我寫萬應神山咧，天發出自全部都有。真嘅呢，當感謝你呢，而且啊，來做恰太口做，你家用愛心、細心，然後這樣做的沙拉反而更好吃。好，唔過今日強樣。有人嚟搞料啦，冇錯，有主廚嚟搞料，幾時話哦？強咗我搶到，你嚟美女主廚蔡依林主廚，蔡依林主廚，因為做幾多人過去冇？用大家做啲係馬莎嚟哦。歡迎呢，彭宣琪，彭主廚，歡迎，主廚你好。草莓怎麼念？有人講臭梅，有人講智婆誒，哎，很厲害哦，智婆。那你客家語呢？哎呦。對，家下你食嘅當即輕食的料理哈，跟人怎麼辦？原本應該老草莓加入我們的料理，做一隻很特別的料理，叫做糖醋草莓里脊肉。糖醋草莓里脊肉，你叫來做看下來，糖醋草莓里脊肉。好，準備按到東西要開始哈。係，你要開始先切豬肉。豬肉就紋路，你要順給它紋路切。喺牛肉呢，要逆紋，好，係咧豬肉呢要順紋，所以順嚟切。豬肉要順。你基本要切肉片，好。你先改刀，先切細細啲，哈。你將來切片。哦。切的時間啦，輕皮很啲。係。好，用細細啲哈。然後呢，0.3公分厚薄。好，看你嘟嘟厚，很認真哦，0.3公分。刀工要要求。大家看到阿姨哈，你就拿叉來量，知道嗎？有等於之前看電視見看見做啊。係，哦，差唔多咧哈，最後咧，做一份。好，來，揾你哈。好，哦，我哋喺搞太極間用鹽，滷煨下燜，有下燜。下燜哦，小撇步。有沒有鹽巴？鹽巴是不是？對，我們家裡都有鹽巴，我們家也有鹽巴。我忘記哪個是鹽巴。紅色。好，請問這是什麼鹽巴？粗的海鹽。粗海鹽很好，因為海鹽本身比較鹹，是，那它礦物質比較多，那我們用的時候不可以太多。哦，做唔得太多哈。好，一點點，好，我只轉半圈哦哈。好，
哎，谢谢。你啊，他讲用盐吼，会让这个肉紧缩，安尼创吗？不是，它会让肉松弛，它的筋性会比较软。所以要腌的时候用抓的，把盐分呢抓到里面去，然后你的肉呢就会嫩，比黏咪，嘿，比黏咪，所以要唔是挑油，要唔是嘛该，好，哎你啊腌的时间好老染吼，腌比三天嘞吼，你就不用嘞，比软化一下，好，你下咧还有调入的做，这样甜椒，哎甜椒，好，甜椒咧去地头，好，老两切头，来帮我做好嘞，帮我做好，好谢谢，好。哎，你的鸡婆味嘞？我们剪至那个低头的时候呢，请你这样子一点点的剪，好，不要整个下去，整个下去草莓就烂了。好，低头这样，你们看到？这样就很干净，刀工又利落，对不对？好，切好，来麻烦你，洋葱我们也切半颗。哎，你呢会配合我们的草莓，然后煮牛的大小块，所以呢，哎，你切的时间呢，要给切三角形，好，让我剪草莓真是一个折磨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一直剪就一直想吃，所以我去学睇。韩国教授，你睇过嘅草莓係有機，有機。係啊，跳什麼問到大根怎麼會想要做有機的草莓啊？因為迄個吃播原地度，看到出家出嚟，我老太來嘅，都見雜見實。就像講嘅。自己嘅生意安來搞，又安來說係做嚟種摩托嘅。哦，所以就係為了去幹摩托嘅生意。選種摩托嘅，摩托嘅問題都市場當中冇乜嘅認同，因為唔再講冇準算，將會以成像做有機，因為有機基本政府有塊種CS 嘅標條運用，驗過嘅也係準備做成像國際嘅，係成像。歐洲法國的驗證，哇！法國認證，對啊！我攏講老師，你一聽佢講，你阿辦做嘅草莓係全世界1.3嘅草莓哦，要好好做出來哦。好，哎，你全部攞去切菱形片哈，菱形片，讓它一致，看起來嘛好看，它好食，又太薄。蘿蔔你咪改刀，咱睇講伊該送口啊，佢專門係送買口，其實種草莓就種草莓啊。因為國際嘅很嚴，佢隨時都會變啊。因為最近清嚴嘅歐洲又在都會變咧，佢當年都有都會變。哦，規則啊，還有標準啊，當年大時間都在變，你要隨時的更新，隨時的知道，哎，你起都嘛該收藏。係，佢講叫送口，然後還要培育幼苗。係呀，好，你下弄那個蒜頭。係，好薑嘛。哦，薑嘛。薑嘛切碎。切開部分，好嘞。你下咧，哎，你的雞婆味安排只吼，要切了小切丁一樣吼，切配合我們的刀工。好，好，波，乜嘢波？智婆味，婆味就係梅嘛，智婆味，梅哦，你喺梅啲釀飯嘅鐵白糖度，你怎麼樣？係啊，我都學到哦，睇下要學到。誒，其實你係就係日本法嘛？唔係日本法，都移植過。移植過。咁用愛用鹽草莓切好了。好。也係因為攞一片鹽咩，而冇這個又會貴鹽都會大鹽嘛。哦。好，你要全部批好嘅，係冇？批好以後嚟要做乜嘅？要煮啊！要煮哈，用板煮咧。你要拿起油鍋。你油溫差唔多幾個？油溫差唔多白切到白白。所以用大火。大火，我要用大火煸燒。好 ，OK。那我們這邊呢，我們就加1茶匙的太白粉。便利粉。便利粉。保熟粉沒做得啦。做得嘿。因為你可以勾芡澱粉，所以太白粉也可以，玉米粉也可以哦。給你地瓜粉也可以。地瓜粉。你還這是中筋麵粉。中筋麵粉。用3湯匙。好。我通常是1比3。1比3。不管你要怎麼用。年啊，炸魚的口感冇重要。冇不會酥酥嘛。係會。哎呦。好來哈，用乜該吃咧？因為我看到張開學習用樹棍。因為我看到有啲媽媽揼譬如講揼蟲嘅啊，聰明。我是不是很聰明？交給你丟，對吧？有沒有？哦，一點點冒泡。邊有氣泡，有加好有變面。沒，它是兩片散掉啦。是變面。空氣來就好咧。對。好，所以你空氣了。空氣了耶，差唔多了。哦，棒哦，老師你好會教我們哦，按那個就好起來。這個渣渣撈起來。好。OK，下去。哇！
安尼姜去腌冇？唔会，唔会哈。要放个青后肉。加切点肉哈，不用去泡。泡起来肉就好了哈。好，安尼量差不多啦哈。差不多。哦，差不多啦哈。差不多太肉的哈。太肉的啦哈，因为安尼还要炸个炒嘛。因为安尼头下用染老给卤的时间，加那个结缔组织啊，鸡肉的结缔组织已经散开来了。哎，那个盐巴已经帮我们渗透过去，它的密度已经打开。哇，加紧肉安尼泡好的哈，先冰起来。好，先冰起来哈。好。给烧下来咧。过油，你还没有炒。哎，你要给过油，它唔会面。它啱嘅，冇该先哈。红菜条加1分，你要弄吗？羊改线吗？对，好，葱条。OK。好。其他吼，强用喺椒类家族，强下做得下去，好吗？做唔得，很做唔得，那竟然是个青椒神。错，唔错，那不就是红椒吗？对，为什么？因为猜的。不是啦，因为红椒跟黄椒的肉比较厚啦。哦。它盆它啱啱要成落。对，然后最后才下青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青椒保持绿色。是，对。哎呀，青椒有没有看到？有。关掉，起来咯。哦，来。当然，各有一张防偏的地方，所以唔是地方可以都煮太久，有的熟的，有的有含切口感会不一。我这样过完油的菜特别亮，特别油，给它色又含出来。对，好不好吃？哦，看起来就好好吃。烧来，现在我们就要做料理。好，来，好，我们大概要2大匙就好了，因为我们这边有油，所以不要那么多油。谢谢。生条不用落去。姜末。开始喽。烧来嘞。不用捅哎。不用捅。2大匙。好。水1比1比1哈。我们的那个呢？海盐呢？海盐滴点米。好，一点点。为什么？中和它的酸碱就好了。谢谢。好，糖跟盐融化了之后呢，我们要放我们的番茄酱。哎，tomato酱。哎，那是1比1吗？1比1比1。草莓酱。哎，草莓酱来了。对，这是大哥特制的草莓酱。哇，贵罐落去。哎，调和一下。一般来讲，做糖醋的时间，用的蒜可能是蒜丝，可能是那个柠檬。哎，你用草莓酱做代替，错吗？做的。哦。酱料 ，OK， 按哈。按做的。给你滚的哈。滚肉，糖都上滚肉。来，先不用牛压出来嘞。牛先不用。牛不用落去嘞。菜不用落去。哇，好缤纷哦。谢谢。好，给它入味。拉拉的。因为安尼也放音小门入味咧吼，细火边入味，然后咧安尼就要制作的东西。哦，这米不洗成本哦，不洗成本，谢谢。很好看哦。水果腌出来千万莫煮太久，哈，因为佢正经佢饲的个营养会出来哈。哇，安尼好拌匀哈，来，起锅了哈，安尼拿哈，哇。小太哥，用给 C 就鳗鱼吗？有鳗鱼。我吃个还好，我感觉煮吃无像我问过代替个蒜丝的话，煮吃无像冇加糖啊。系哦，唔加糖落去都冇蒜丝的作用了。龙太家讲，你啊一掏出来，都乜嘅？糖醋草莓里脊肉，来试看啦。冷水，冷水，
牛呢？没错啊，我们有时候在讲奶水啊。柠檬汁，你差不多3到5滴就好了哈。你抹一种该打粉，就用来腌制，这是天然的，调到差不多半煮的哈，收落去。很香哎，你们看它，哇，到后面不要起了。哦。还有个酸酸的米好刺激我的胃酸，给完事。好。牛还有草莓，酿牛哈，还有舌头加破去了个脆脆外表，加上草莓之后，来吃到懂解腻，好，再加上有这个青椒、红椒，让这个味道，特别是让草莓的味道跳出来了。好，感觉很像我在草莓堆里面游。回来。啊，一呢？其实呢，因为吼，我习惯吃糖醋有加那个醋，明明就叫糖醋就没有醋，然后可是我刚吃下去，我整个酸到我的这个耳朵这边的肌肉旁边都在酸，想说好香哦。我们就要非常认真又紧张的问一下恰太哥，你主厨啊吼，真个厉害。也来煮落去，吃播入出来，基本上係一個動態的問題。一般般安尼入出來，算厲害。謝謝你的夸獎。如果係看天師啊，乃係狗叔，我是歌手，他一定是馬上轉身，咚。哦，那其他蔡依林啊，佢做甜的東西當厲害，那就算想講。你要某周给人狗哈，電蝦呀！哎呀，哎這底還好沒有默契。電蝦做嘛來？電蝦做草莓牛角蛋糕卷。草莓牛角蛋糕卷，請接招嘍！可以啊，草莓牛角蛋糕卷。哦，草莓牛角蛋糕卷，我有冇看到牛角哈？盲做啊！哦，盲做，我老都愛去三峽買牛角，是你想象中的那個牛角。那我好期待哦！好了，開始了哈。好，來，我們麻煩你給我2個碗，謝謝。第一，做西點一定是要這樣的，蛋白跟蛋黃要分開。好，你啊，你先做兩片呢，蛋黃落去攪下，然後糖撈熱。你先落去，還有鹽，你糖撈人咧，你落去攪啊，比溶哈，比那種咧，所以然後咧，讓大家冷水，冷水，牛呢？沒錯啊，我們有時候在講奶水啊，可以啦，就這樣講母親的懷抱，對啊，做過媽媽，下個你是草莓吧？你來拜拜。哦，買的玄米玄米油，一個差唔多有90克。變態，好，第二咧可可粉，因為佢有可可脂，所以咧你用小水，用小水然後去溶化。冇，你喺直接滴落去發會凝塊。叫佢自己對。先生來地咧巧克力粉啊，對，佢又分做又苦改，韓國又甜改，睇先生你要擺鹹改係。哪一種？梗係巧克力人要半苦嘅，落甜嘅。可可粉，可可粉，可可粉麼？可可粉係可可原料。哦，檸檬粉。好，來，借我3碗。好，來3碗。低筋還是中？低筋。低筋，用低筋。像那個草莓吼，你啲市面上看到當多草莓相關的產品，譬如講草莓香腸啊、草莓蛋糕啊，一係草莓酒。你有冇做掉的其他的東西？因為講要生活較嚴謹，講下冇談那個鼓膜啊，係嘛？鼓膜啊，你磨合法的東西啊，基本上我就做得出個食品的。哦，記住你啊，真緊懂認真細心的部分哦。好來，會做啦，慢慢的啦。好，你啊面糊攪好咧，你要做2片的蛋白的部分，你要檸檬汁，你差不多3到5滴就好了哈。3到5滴，大概倒一滴。檸檬原汁係嘛？檸檬原汁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呢，你抹一種打粉，就用來腌製，這是天然的。OK。天然的啦。天然的吼，來
总嘛爱加咧柠檬汁你几块度？以酸碱中和一下，加个酸度呢，都得帮助我们的蛋白呢比较发的比较稳定。哦，看看一下就好了哈，这大多让起泡的哈，然后通摆落去，一般有拍砂汤，拍砂汤落一般落去，好。糖料哈，真盐糖料。好，差唔多了哈。你嚟檢查一下。好，用板檢查。用板檢查來，看一下，來一來，油對對嘛，漂亮的對對。好，白白亮亮的，有沒有？油亮亮的就可以了。咁佢水跌下來就做的。來了甩一甩。甩一甩，有冇慢慢點？好 ，OK， 好，謝謝。一般一般強的哦，成冰咯，較重的上班，差唔多冰一般哈。那個你重的豆啦，可以其實一下沉袋，就較無好攪溫柔一點，嘿，溫柔一點，強的哈，拉到一般，然後就倒落去，好，然後差唔多攪到差唔多半軟的哈，倒落去，很漿的，有冇看到？哦，咁奇怪哈，草莓配巧克力出凍合，好，麻煩讓我拿烤盤。好，謝謝。哦，各位觀眾，烤盤又出現咯。蠟筆雲，知道嗎？給攝出看自家看一下。做唔得讓佢穿咧，做唔得拍咧。前面就會太濕，佢就會紋路，所以蛋糕就會一條一條糊。你拍咧就佢會拍嘅。所以我種到凍尿、凍潤那樣去。用到去烤盤，應該烤盤子嘛，哈。烤盤子鋪落去，鋪啊上去。好，同樣哈。用白色刮板崩。好，你得攞佢鋪皮潤 ，OK， 4個角。下演看到個面趴板咯。我想到係個發糕誒，發糕。這個嗎？對呀。沒啦，吹條板。一樣都是會流口水。鋪皮片哈，鋪片哦。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交給茵茵。什麼工作？好，有一個很重要的工作。好，哎呦，就來，你攞佢拿起來，揼一下。唔係揼出去哦。沒，拿起來，揼一下。強強嗎？有，這樣放手，不要放手。哎，對對對，這樣。奶迪，因為啊，你抖的時間有空氣在裡面，我們要讓裡面的氣泡出來，這樣出來之後，我們烤出來的蛋糕，這樣不會裡面縫隙太大。對，就比較吸收啊，鼓掌。莫怪我自家烤的一些配蓋蓋卵糕啊，都會有好多氣泡，我知道。一邊做還是兩邊？一邊做嘞。一邊做，好。我們的烤盤手準備好了沒？好了。等一下，老師喺度烤幾久？你要烤15到20分鐘。15到20分鐘。蛋糕推出來咧，你要做牛角卷，用卷呢來，這邊有尺，對吧？那叉，這邊有刀。老師，我知道我錯了。沒有啊，沒有，我們是要把蛋糕給它切開。要切是？對。那我們蛋糕呢出爐之後呢，要等它涼。涼了之後呢，我們要把它放在我們的砧板上面切。你等它涼的位啦，你還蠻該。哎呀，你還我們的奶油布丁卷。奶油布丁哦。奶油布丁餡。狼嘞。OK， 那我們把蛋糕移過來。我們要怎麼做呢？來，仔細看哦，這邊有一支尺，對不對？我剛剛說的刀子，然後我們一量10公分，我們這樣做的牛角卷是10公分，我們先量10公分，哎，10公分呢。我們感覺在上數學課。好，哦，10公分，用蠻量啊，老師。用叉啊？哎，用叉啊。真的是好可愛，現在好專心哦。因為我量錯了道就切不對了。哦，先用叉量10公分，10公分，K10斤的一個基的音。做個牙口。哦，牙口。壓一下，然後 Kimi high 哦，兩邊 Kimi high。好，OK。然後這個斜角。哦，好。我第一個意思講，先算10公分，10公分的一般5公分，斜角切。我先壓。牙口給你看哦，因為動轉時，所以我冇會講法。來，助教幫你哈。好，謝謝。來，兩位。
压一下。好，我现在在压的当中，我俩做嘛按压咧，本太加片油底，用轻微手，迄轻速咧，你加切出来，唔免三角形，那唔免牛角，那就是多边形。你就会歪，你就会给切末浆。OK， 哦，这样有没有几片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片半哦，7片。发现你们两个数学好棒啊 ！OK， 好，来，这切完之后，压完之后呢，我们就把它切下来，就切掉落去，切开来。好了，好来哈，来赵龙各位阿姨讲一下，加老师的你做的切哈，10公分的一般就会5公分，斜切对角之后就会变成有一种这样三角形的三角形概念。变能够披绒的吼，好，要切好嘞，嘿，放音哦，正面、反面哦，分多了哟，好，好，加这么该用挤花带呢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就是要挤花，不是环保吗？比较环保啊。其实挤花带是方便，我们不要弄得脏兮兮的。很简单哦，嘛有上是没上太多啦。对，做甜点就是开心，干净，卫生。那第一个挤花带有上是你边给挤花拽啊，就有一些漂亮的花出来。对，球绒改发绒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挤花带要把它从这边，好。因为我们今天要加草莓，所以从这里，对，合法嘅位数先开始种，然后呢，哇，到后面不要挤了，会掉出来。哦，因为你的happy来要建起来发，还会踢到会线会跑出来，就叫露馅，没错，这样会走出来，用慢键呢，用慢键呢，来看一下哈，哦，有一点瑞士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卷好了，哇，来，我们这边有草莓，对不对？嘿，放进去哦。有看到一片改高嘞，老师，我这样有慧根吗？有，非常有慧根。按你做的嘞？按做的嘞。哇，很等一下哦。草莓出来你也讲嘛？哎呀，后来相公，你怎么都不去三峡？那个是三峡面包。安内建议了，蔡大哥，你吃的很有创意吗？有啊，原来牛角是这样来哈。要不要？你怎么样？没有，我是想说他是主人吗？对，他经过我们这么好的草莓吗？真的哈，那是不是让他学点技术回家嘞？我看吉安呢，他的手很巧。真的。蔡大哥，给一张来吗？好吗？我现在讲话好小声。来吃给你的好不好？来，哎呦，入盘哦。计时器开始了吗？哇，等稳吼，压速等稳。哇，你也可以先把草莓先放上去再卷，就是草莓放这两边，然后你再把它卷起来。按你给没做的哈。好棒哦！我怎么觉得大家都不敢呼吸啊？为什么？不会。哎呦，真的呢，唔会跌下来，有这样。哇，好棒哦！棒哦！好，这个我做一半哈，妈妈看清楚哦。好。哦，其实你将要做的几家来，譬如讲可以用果酱来做我们的草莓馅呐，要这里做巧克力呀，好吗？对，因为巧克力小朋友本来就是比较喜欢吃，嘿，而且啊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有那种幸福的感觉了。真甜呢。好来，这个来做一件吼，拉人细撒射出啊，配上木瓜。观众朋友会恨死你。不会啦。因为我好急哦。我看到摄影大哥在收包包了，有人已经用音线讲好几回事的啦。其实有两很几家发明的嘛。要参考一个老师哎。哦，参考一个老师哎，好，你先做点西掌，因为我们来不及想要吃。好 ，OK。因为我闻到好香哦，肚子在咕噜咕噜了。
上下，你系乜嘅？草莓牛角蛋糕卷。幸福嘅時間來咯，繼續來先。給人改變，圓圓，哦，雖然唔係會圓，而且有一種當幸福嘅感覺。真緊。生起來真緊就係幸福又快樂，人生就係安用心啊，又甜又幸福又快樂就好咧。主廚當厲害，人當厲害呀，做嘅東西當厲害。你通常係扮人整數本嘅感覺可以。哦，等咱叫做咩事咧吼？雖然講講很多，唔過看到成品嘅時節，當感通哦，來先。那不然老豆吼，第八嘢奶油餡啊，適合溫味人，因為你食到草莓，故所講本粒奶油呢 balance 綜合之後。再加上人家做嘅幾兩個皮，圓圓，哦，雖然唔係會圓，而且有一種當幸福嘅感覺。真緊。係啊，先到茶台糕嘅咧，認證過的草莓，韓國呢安心栽種，還有皮下安利。彭美女主廚，那麼厲害的手藝，食起來真緊就係幸福又快樂，人生就係安用心啊，又甜又幸福又快樂就好咧。緊張嘅時間。下一個，你是講安用心，這個草莓本來呢美魔女主廚做出來的甜點，有冇？可以，呀，主廚當厲害。人當厲害呀，做嘅東西當厲害。你通常係扮人整數本嘅感覺可以。你看到安東人生涯草莓，像安尼嘅幸福嘅個面容吼，你自家心肝都吃到有沒啊？一天我當歡喜啊，大概人都是人種出來的東西，心都講一天歡喜講，我種出來的東西有人家己食。嘅係呐，所以講帶來很多東西，陪你做菜也好啊，吼。嘅主廚，主廚呢，你應該唔係天拜用草莓來醃菜啦，吼。係，唔係天拜。係啊，嘅人家咩食到人自家做嘅，對人車來講嘅草莓有乜想法？嘅草莓食到吼，เรา一般嘅草莓較無同樣，甜唔會講當甜，啊唔會講當酸，有比如調和嘅種嘅時節就去算它的甜度、酸度。能夠給它草莓醬，然後融。係啊，世界級嘅草莓吼做起來心情就無強。係啊，從茶台糕啊，佢做得提供安好嘅食材、水果類醃菜。我們的美女主廚係唔係做得啦呢？茶台糕你想看做得做出很下多，很好食嘅咧水果更好吃的，對，水果大餐。如果企業講，以後人哋主廚用有機嘅物嘅。來做人哋有機嘅食譜誒，加起來做正經有機嘅麵包。哦，用糖嘅就當小吃咧。限量本，大家觀眾朋友買來賣個關子哦，期待一下。當好一開始，你用啥？大家又有人啲嚟見面，你就期待哦，大家又好食隨時分享兩位來做來煮食，好冇？什麼大家吼？今比食到嘅幾人講，我吃到當然啦，食甜食嘅東西，一天要本大家當歡喜嘅心情。不過食到係乜嘅？食到記得嘅堅持，還有對自己信仰嘅堅持，希望呢食啲甜點嘅時節，再想到自己做得做個快樂嘅人生。記得咯，搶到時間，按數款呢加油好食。歡迎大家來主持。真係了，幾個食？今年當然希望講來參加一呢加油好食嘅節目，來介紹有機嘅食譜誒，尤其係兩位嘅主持人到時。
要注册主持人、主厨来做做安好食的有机的吃播的料理。你个节目做出来的效果不差。按这些的节目来介绍有机的吃播，以后所有的观众可以多多来看家家有好食的料理的节目，学习人家的煮食的技术。